Hello，大家好啊！今日咧又係同春麗帶大家睇到靚單位，雖然係落雨嘅天氣啊，但都唔影響呢套樓嘅任何景觀。我們現在是在入戶大門這裡。係啦，咁落雨天冇可能企出邊噶。都可以看一下這外面的園林。綠化非常之好啦。阿德，你看業主買了好多菜。呢個係咩？係嗰啲美團啊，買菜跟住幫你送到屋企門口嘅。哦，係啦，挺好的喎。係啊，所以如果給你送上門。係，即係你買餸咧，唔想出門咧，直接喺美團度落單，跟住咧佢哋商家湊完單之後咧，會送到你屋企門口嘅，非常之方便啦。就好似係咁落雨天時，我唔想出街買餸啦，咁可以用到呢種。哦，因為我經常在菜市場現場買的，不知道。一樣係好新鮮嘅，咁便利，亦都係咁靚嘅景觀，咁好嘅小區。那我們趕緊上樓，讓觀眾朋友看到這個房子。係睇靚單位。我哋依家嚟到呢個單位度啊！依家係落雨嘅天氣，我哋快啲睇下呢個景觀。哇！一種視野很開闊。煙雨朦朧嘅感覺嚇。企喺個陽台度睇住啲雨景，而且非常之開闊啊！樓間距非常之寬。然後那個樹下面就是樓巴車嘅上下點。係啦，嗰個位置咧就係樓巴車上落點啊！搭車去翻深圳啦，同埋喺深圳翻嚟啦，都可以喺呢度上落車嘅。就係咪而家嗰個門口嗰度？係啦。跟住呢度咧就係大門口入嚟到好近嘅，非常之近嘅。但呢個單位嘅景觀真係非常之唔錯啊！119個平方，3房2衛，全新未入住過，係啊，交樓狀態。依家睇到嘅就係佢原來嘅裝修嚟嘅。呢個客廳都好闊落，3米2嘅開間。跟住呢度咧就係飯廳。餐廳。仲有嘅呢度仲有個生活陽台㗎，非常之闊落。一字型嘅廚房，呢啲全部都開發商做好嘅交標。呢個廚房好大喎，廚房後面仲有個陽台。我之前有個業主咧，佢將呢一等牆打咗佢，直接擴寬晒成個客廳嘅。可以感受到呢間屋係好通風嘅嚇。睇下春麗嗰啲頭髮就知㗎啦，飄起嚟㗎啦。南北通啊！咁睇下佢房間入面係點樣嘅先。呢度有個工位啦。乾濕分離嘅洗手間都好大，這個洗手盆是我最喜愛的。春麗呢度係有驚喜嘅，可以睇海嘅。望海啊！嗰邊係睇山景，咁呢邊就係睇海景嘅。都可以望到園林啊！一樣係睇園林啦，睇海景啦，非常之舒服啊！咁今日因為天氣唔好咧，個海景可能睇得唔係好靚。但係呢個房間都好大。係啦，咁呢度係仲有間客房嘅。咁呢間客房咧就同我哋陽台睇嘅景觀係一樣嘅。望出去你瞓住喺度，想睇雨景就喺呢邊，想睇海景就去嗰邊。還可以看得到村莊。係啦。來看一下主臥套間咯。係啦，3房2衛。間咯，都好。佢呢個洗手間都係可以睇海㗎嚇。係，很乾淨，就是沒住過的。你看也應該有打掃過，沒有什麼塵飛，可以看得到這個視野採光都很好。係啦，咁我哋叫攝影師將呢個單位入邊嘅內容用一個仔細嘅推鏡呈現俾大家睇。
這個房子我們叫攝影師已經仔細地推了一個鏡，是沒有什麼瑕疵的啊，就是全新的吉屋。面積呢是119平，屬於中樓層咯。中高樓層，而且非常之有性價比嚇。真正的做到了南北通，那陽台是朝東北，然後房間呢可以，主人房是屬於南北通，有一個房間是朝南的，可以看海。現在賣的價格呢是52.8萬。52.8萬呢個119平3房2衛，全新未入住過嘅交標標準，而且景觀仲咁靚仔。今天雖然說是雨天，但是呢，我們可以看看綠化，很養眼的。係啦，如果落雨可以睇下雨景。咁如果有中意呢種單位嘅觀眾朋友呢，可以攞起你哋手機掃我哋嘅二維碼，加我哋嘅微信或者 WhatsApp。對，到現場來體驗，係感受一下呢個咁靚仔嘅景觀。咁今日呢個單位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